等你看迄一铺是要创啥啦？阿富师叫我换总铺的时阵，我就一直咧想阮阿爸写即本谱的心情。安尼规气使让林丹阿有做老爸。你搁咧去阿富师哦？我阁要甲天公借胆个，咱规口罩人可以食清的，啊伊若无互你煮食，你敲上甲囡仔无煞免饲，我哪甲会无欢喜。你敢有打算要找啥物头路？才阁拍算啦，为着我袂靠跋筊生活就对了。啊，无安尼好无？你来甲我斗换总铺。等即马富师伊客头拢放互咱做，这等于是咱家己的事业呢，毋是人请走倒啦。担啊负啦，看我无啦，啊我也无想要来分啥物好康的啦。啊，你是要去倒哦？四界溜溜的啦。啊对啦，有一个还袂饲冷啊，你毋通袂记。林尊，你来要创啥啦？我嘛毋知影，我就一直想要来看你啊。你个好好心的呢，你毋通害阮翁仔某冤家啦。安怎？文生去走去啉酒啊？是毋？无啊，伊对我足好的啊。啊，无好啊！当你是搁咧嫌啥？迄假生的啦，伊听人在正人面头前表示对我好啊。伊用心计较，伊逼我在正人面头前表示讲对伊足恩爱、足幸福的。伊知影我个性倔强，无可能在正人面头前表示我的婚姻失败。啊，伊就是利用这点啊，你控制我，我伫咧厝的足无自由的。一人一家代啦，啊，个人有个人的苦衷伫的，啊，当你怨叹有啥物路用啊？你有心思心？是甚物代志啊？算毋知阿下啦。安尼问东问西，问我到底咧做啥物头路啦？看我以后有啥物拍算，我要砸死。你要去倒？要来四界行行呢。我有车。你是惊啥啦？
是我家己来找你的，是我家己要爱的，我也袂向你要求啥。完了，文声伊，我甲文声两个人生活真痛苦，阮两根本就是咧搬戏互看，也无人会了解我心肝内痛苦。英俊，和你做伙，我感觉足快乐的。我有某有囝的人啊。完了啊！完了。我无要做啥，我嘛袂破坏恁一家伙的日子，我只要你和我做伙。完了。英俊，我有钱，咱会过着真快乐日子。无毋对，我安尼做对阿夏来讲，我有较自私。也毋过，我用咧借你的手互伊钱啊，伊就免为家庭来去操劳，四界去扛煮食。你要用钱来换感情啊？毋是感情，是快乐。英俊，莫记住我。我想你嘛无是要过迄种犯贱日子对无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太传，阿夏正是做总破呢，伊身躯边哦，不是带着迄本笔卷，就是昆上阿伯念互你写迄本谱啊。你一定想袂到吼，迄个时阵，恁师父师啊吼，无眠无日写落来谱啊吼，即嘛对阿夏来讲是偌尼啊重要呢。阿夏吼，伊实在是劳碌命啦，也着爱顾囡仔，也着爱煮食。我看起来吼，替伊感觉足忝的呢。也毋过吼，伊敢若铁人呢，一点仔着袂感觉安怎，因为伊的日子吼充满着希望，唯一互伊感觉超凡的吼，也是英俊啊。英俊啊，即马吼讲伊甲朋友咧开公司啦，啊看起来是袂歹啦，啊毋过吼，伊拢毋甲阿夏讲吼，伊咧做啥物生意。对啊，这钱你给。我阁有啦。但你煮食煮啊遮尔忝啦，啊是会当趁偌济钱，规个收收的啦，啊才免幼稚啊对你伫遐喊油烟啦，吼。对啦，我煮食惯死惯死啊，尤其我嘛会甲照顾好势啊。你无爱摕我的钱哦？英俊，你公司是伫咧倒位？老用我嘛通好来行行咧啊。查甫人的事业，查某人对前对后要创啥？你放心啦。我袂去跋筊啦，啊！你若爱做有吼，免惊无咧通去拖啦。爱煮食做你煮啊，你欢喜就好。因翁仔某吼，是毋捌阁有啥物大代志发生啦。也毋过吼，三不五时啊，搭喙果是加减啦。阿夏甲我讲吼，英俊啊，若毋甲讲吼，伊即摆做啥物头路吼，伊就无爱甲摕钱啦。时间过了真紧，有一啊吼，一下就7岁啊呢。这个囡仔吼，甲阿夏足共款的啦，真有孝，又阁真骨力。啊，若迄个第二个有成啊吼，哦，就加足皮的啦。有时阵哦，我甲修理呢，伊拢嘛无咧甲我信。啊，迄个细汉查某囡仔有爱啊吼，啊，就足大心的，啊嘛足后生奶的呢。阿富师，阮拢嘛叫伊阿富师，啊毋过吼，阿夏叫囡仔吼，讲着爱叫伊阿公呢。有时阵吼，
我感觉坤祥阿伯吼并无离开阿霞，可能是坤祥阿伯有零下啦。好比阿霞，人即阿霞即主食吼，名声是顶庄透下庄呢。我看吼，若要请人客哦，敢嘛着爱阿霞化妆铺才会用的啦。恁转来啊！来，我甲恁斗搬。免啦，吴生。无啦，等到有大人工过，我叫困啊，逐项都拢免做啊咧。别坐啦，叫我来就好啦，吼。无做袂用的啦，后个月23号有人要订足济桌的哦。啊是啥人要订桌啦？我啊，你要创啥？我要嫁人啊啦。哦，你这个查囡仔，人讲点点食3碗公半。你也无听讲你交杯查甫朋友，什么人要结婚啊咧？月姬啊，是毋是人家做媒人的？毋是啦，小妹乱来家己交的啦。哈，小妹乱来的。是啊，拢靠小妹咧联络感情。这个人哦，恁两个嘛拢有熟识啊。是啥人啦？着泰传啊啦。哈？少年，你是要找什么人？我啦，你是？太传啊。你太悬啊！是啊。出！阮遮无欢迎你，出来啦，出来啦！无啦，我这段转来吼是要来娶某的啦。哎呦，你安尼面青青，唔惊人甲你骗手。哦，较早拐阿霞拐无着，这要倒转来用强的都对咩？哎呦，等你讲去倒去啦，甲阿霞无关系啦，我是要转来娶月姬啊啦。哈？娶月姬啊？娶月姬啊？你若走回阮厝来？我出外6、7年啊，即马转来无少转来甲阮婿拜一个，敢会使？泰传。哎。阿霞，阿婿。哎呦，你这个看粪机啊你呀！你太赚了哦！哎呦，我差一丝都拢袂认你哦。加变少缘投，你有袂认的吼？放心，绝对是我无毋对，要检查是毋是？别。好啊啦，莫伫遐练小话啦，小心我话啦。我袂咧，哎呦呢，管条条啦，要整娶你，免安尼甲我管条条。即摆人嘛真乱来呢，一个袂嫁，一个袂娶，当正人面头前都揽来揽去，也毋惊见笑。卡桑，人泰传甲月姬啊，你要结婚安呢？知啦，是讲要倒转来拜恁师傅也好啦。个人有翁有某的，安尼门风也较清气想啦。哦，迄人喙若歹吼，洗罗丹嘛袂清气。行啦，入来烧香啦。我太传啊，今仔日转来啊，真歹势呢。当初要走的时，徛甲你相识，伊实在是不得已的，请你唔通见怪。我今仔日转来呢，是转来要娶月姬啊啦，就是边仔这个姑娘啊啦。啊，请师吼，你爱斗保庇呢，保庇阮安尼家庭圆满，子孙啊幸福，拜托。我都生甲干面去。我敢若看我一个是要哪死呢？摆我才坐，摆我才坐。哎，小朋友。啊，你看你在遐创啥？来，叫阿姑，来，徛好来，叫阿姑。阿姑。乖，你是有志有情有爱，对无？啊，你哪拢知？知哦，大细项代志，月姬啊吼，拢会甲我报备啊。太爽了！你个月姬啊，是你想要约伊，才开始为咧通批，也是通批了后才发生感情，才想要娶伊。我嘛唔知咧，就不知不觉之间，爱情就发生啊。若讲写尾吼，我伫太学班啦，差不多拢嘛伊写好个。
安尼意思毋就讲拢我咧入去哦？无法度啊，我著太袂人个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然若拄着迄个爱写批的时吼，我著一粒头两粒大。我搁较忝啦，大细汉拢爱写甲条文的，袂个闹交呢。啊，若拄着一个袂晓写哦，啊，结果叫要磕头呢。太专，我去多谢你啦。袂啦，人入口啊吼，有人定接到迄故乡的批吼，我感觉真安慰啊。太专，看起来你这几年我做了袂歹哦。是你毋甘嫌啦，啊一开始嘛是做工啊，兼工地甲人哪做哪有，啊欠一寡钱，开始转来甲人投资南啊公车啦。啊，即摆家己做头家啊，差不多10几台伫咧走吼，算讲袂歹啦。我去啊，啊后摆你就是头家娘啊哦。我是头家娘仔孙，早干那命啦。放心啦，我会甲你听命命。吼。真彩啦，我若莫像阿霞遐歹命就好啊啦。无啦，袂啦，人哪会歹命？哟，人即马3个囡仔伫身躯边，你生来呢？哟，咱根本就缀无人个一半咧。哎，是啦是啦，啊囡仔若多吼，就较做，啊较做就较忝啊。啊，毋过吼，忝嘛忝了有价值啦。人咧讲吼，会老才会做做，啊哈，明日吼，你若咧骗内孙外孙吼，迄才是叫做足好命的啦。对啊对啊。好。好了，到啊！啊，青发变青，你来。哎，来，是安怎啦？哎，我啥啦，才爱播咧。我给你什么代志呢？小欠嘛，虽然那要紧呢，咱若无你欠你钱啊。安尼讲，我食你的、穿你的、用你的啦，啊日子一家一家一直过啦，我欠你的煞愈来愈济啊。你想要离开我是？你袂离开我，失去你，就比失去我家己性命搁较艰苦。万如。你免放手我，你来放手我，我只要小事都一个大海。食自助餐配卤呢，这遐欠哦。敢无欠，哪会甘要你去开？